1940年代是一个痛痛的时代，短短10年，台湾经历了战争紧缩时期的皇民化动员，同战后国民政府时期的228政治事件，政权的转弯、意念的转弯、认同的转弯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面对的难题。上下的看起来彷徨，上下的看起来矛盾。李克约是40年代当创业的一个小说家、一个音乐家，同时是一个记者，是一个将思想化作行动的革命者。本人按照台湾第一才子。第一个痛痛的年代，佢用生命还有笔，见证了一个海岛的困境，留下来本人感动的诗篇。不过，在当少年的李克约是文人。还有这个风化时代，台湾的文人让人思考村民体社会的问题。台北歌手要用李克约的生平，用合家小说改编，重现一段历史，重现一段本人填平下的风化岁月。很多台湾人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台湾这段的历史，然后也不了解。原来我们有吕赫若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文学家、音乐家，甚至他也是艺评，对，那这样子多才多艺的人，他的事迹，对，那我就很久以前就很想要拍下关于他的故事。那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让这个李赫若他的生平，然后同时我让他的周边的这些人物跳进他的小说里面演出。拍台北歌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。第一个就是，其实我们对吕赫若的生平了解，以你所知实在太少了，留下来其实也非常少，加上我们经费其实很有限，所以我们在改编他的小说的时候，选择一种方式，就是大量的用舞台剧，然后让吕赫若生平那些好朋友，像是张文环、王景泉、宋飞我、苏欣，都去演他小说里那些角色。这么一来，就可以让吕赫若生平跟他的小说产生一种辩证的关系。一开始其实我们也不晓得效果会好不好，但觉得就想说，台湾没人这样试过，我们想试试看。后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看到，透过这些小说跟舞台剧，可以看到吕赫若，他真正想关心的那个殖民地的人们的样貌是什么。哦，出棒棒，哦，狗棒别出来了，哦。师傅啊，写作业啊。好了，咱们来水开来一点。围绕在吕赫若周围的这一群人，其实真的就是整个40年代的台湾最顶尖、最精英的这一群人，然后他们渐渐陨落，一个要么就是逃到中国，逃到日本，然后不然就是死了，对，一个就不见了，对，然后整个40年代的那个文学艺术的那个有点像是文艺复兴的那个，就整个断掉了。这里唔免烦恼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已经甲社长报告过啊。伊讲啊，你的咱的报纸是要做人民导报，就要徛伫人民这边，为人民报道。那你这篇是不是就卖互罗斯去挂名？啊好啦，若真正爱告吼，欢迎来告我甲社长啦。咱手头有遮尔多证据，唔惊因来告啦。不要紧啦，我嘛唔惊因告，熟悉就熟悉了。那时代的作家，就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作家，其实很不简单。他们其实跨越语言的一代，他们经历了日本在那个时代的战争动员、皇民化运动，接着又经历了228
的政治肃杀的事件。那他们要在这里面夹缝中求生存，其实不简单，又要写东西不被审查，又要通过，所以我们在吕赫若生平其实就想要表现这个部分，这是这整部台北歌手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所以我们选的那些小说多多少少也是希望反映他生命中不同阶段，这个是我们想要表现吕赫若的一个面貌。你看呀，那时候共产党每本承认敢有理由提前年的要求。遐条所管个啊，墙面条，反牙多次，嘛该理由要签的到。你讲，原来要点目标3天啊，就尽量冒险出去一条。那样蛮好啦。佮你那边啊，第7条，你看一下。吕赫若他对于这些不管是农民阶层，或者是所谓比较中下阶层的人民，他们生活的状态，然后包括这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吧，或者是说好像是这个社会逼着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这个状态，我觉得他对这方面的观察是很细微的。他自己同时在写作，然后那个时候又被限制很多东西不能写。那在那个当下，作为一个作家，如果我写的东西我自己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，我还要继续写嘛？那等于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否定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封笔就不写了。对，那我觉得吕赫若很厉害的地方就是，我看得出来他复印当时的政策之后，他在他的小说里面埋下很多线索，埋下很多蛛丝马迹。就是也许当局者看不出来，但是读者你读了2、3次之后，你就会突然发现啊，他藏了这些东西在里面，他真的想要讲的东西，他藏在这个所谓皇民化文学啊或者什么这些的底下。他当时可以通过这些审查，然后但是他还是可以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写出一些东西在里面，对。然后但是在那样子的时代背景当下，他又要去追寻他自己的创作理想，但是他同时又要兼顾他家里的生活，然后在这个时候，也许只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，譬如说真的没有米可以吃了，小孩又发烧了。那他在这个极度压抑的状况下，就有一场戏，就是写作写到一半，然后老婆进来烦我，然后就是真的下意识的，就是觉得很厌烦的挥了拳，然后就打到老婆。厉害！好啊，好嘞！哎，没讲过，莫黑，怎么黑？讲他，上来！你有骗我！在无限嘅文学、戏剧还有歌唱嘅生命旅途中，李克约后輩有一個當重要嘅什麼嘢，佢就係佢姑娘林雪容。嗰樣時，兩曬因為沒人受嘅結做公婆，對老公的義文權法條，甚至面向從事左派運動，林雪容總係點點嘅支持同接受。林雪容，她活到100岁，然后她后半辈子就是没有吕赫若的这样的过了。然后我自己塑造她当然就是算是相对于苏玉兰算是比较传统，然后就像杨小黎说的，她饰演这个雪容这个角色，到最后其实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跟其他的演员接触过，因为她的世界就只有吕赫若。对于这个角色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，其实也就是她最后吕赫若要去入窟之前，然后她跟他说的就是
我一直认识的就是那个铝石堆，我只认识铝石堆。你们外面再怎么觉得吕赫若多帅多有才气，那些都不是我的事。至少我还保有一个铝石堆，就是他的本名，铝石堆是他的本名。然后我至少还保有这个铝石堆，但是为什么现在连这个铝石堆都要离开我了？因为不是。在演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会有一点不谅解这个角色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风流才子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他的糟糠之妻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么公然的有小三，然后还不会想说特别对老婆好一点？有一场就是他的孩子Saiko过世的这场戏，然后那时候在那医院里面拍嘛，就真的有一个小棺木这样子。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本来的设定啊，我就是觉得雪蓉她虽然恨她老公没有好好照顾家庭，然后她在对着小孩在掉眼泪的时候，她埋怨老公应该不会到这么的暴气，就是她应该还是会比较走一个委屈跟痛苦的路线。但是我真的当时在演的时候，我那个整个愤怒都上来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疯狂的揍小莫，是真的拳到肉的那种，因为我觉得心好痛，因为觉得情绪来的时候是真的，你会做什么事情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那一场是我真正感受到雪蓉有存在在我血液里面的一场戏。光以一个剧中人到了后半段，然后知道外面局势这么乱，然后先生他还是有自己的理想要去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角色我自己演的时候都觉得好无力哦，因为我爱这个人，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，可是我阻止不了他，我只能某部分来讲只能成全他的所有事情。像告别的时候那一场，就是吕家被搬空了，然后雪蓉必须带着孩子回到他的弟弟家的时候，有一场告别的戏，本来剧本是写说，雪蓉还跟着孩子说，你要跟豆嫂说 sayonara， 跟豆嫂再见这样。然后我看一看之后，我就跟导演讲，我说导演，我这一场戏可不可以都不要回头，就是我也不要说再见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再见就是可能再也不见了。雪蓉会怕，她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个让自己不舒服，也让丈夫觉得会太愧疚的一个告别。所以那场戏我就，吕赫若在2楼，然后雪蓉在1楼带着孩子就往前走，然后她隐约有感受到吕赫若在上面看她，但是她就头也不回的停了一下，然后就离开。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时代下家人对于自己爱的人最大的一个成全，就是我不让你有牵挂，可是我自己要调试好。所以那个东西好痛哦。雪蓉大了肚子，看到吕赫若回来，那个时候丈夫回来看她，她就觉得都是最后一面。她其实抱着什么都是最后一面，然后直到最后她知道丈夫走了，然后去领她的遗物的时候，连看那些单据你都会觉得，啊，我先生不是这个年纪啊，我先生他不是这样的死因吧？我先生他不是这个身份啊。可是没有人会听你讲话，他就说你就是签一签东西拿一拿就走了。我就觉得那个没有办法好好告别的年代是一个很大的伤痛，然后那是一辈子的。大部分的人主地，李孝玉是有一个丰富知己，
苏玉兰，喺佢哋顯行統治飛沙嘅同時，啲記錄到蘇玉蘭係強嘅兩個李克約嘅聲音咧。不過因為人哋啲嘢冇多，人多一下對兩世相識同相處還係冇乜了解。台北歌手就透過李克約小說嘅角色，虛構同改編出李克約真實世界度嘅蘇玉蘭。苏玉蘭這個角色其實有很大的部分其實是我自己杜撰的啦。除了他這個僅有這些線索以外，其實有更大一部分其實是從有另外一篇小說，裡面有一個馬克思女孩，我是從那邊有一部分從那邊改編，然後有一部分是從那個田園與女人，有一部分是從那邊改編過來的，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從呂赫若的小說改編進他的生命裡面，然後就當然也有更大一部分是我自己對於蘇玉蘭的想象。那時候導演跟我說，她就是一個女知青，女知青就是有點文青，那她的思想就是比較前衛嘛，其實跟我本人有點像。就一開始就覺得哦，她就是一個不同於那個時代的女性，她有自己的想法，她想要去追求自己某一些理想或是夢想，可是相對的，對於愛情這一塊，她反而是又被捆綁在就是呂赫若的身邊。那其實是兩個我覺得蠻落差的東西啊。一方面，他想要去掙脫某一些枷鎖，但是遇到了呂赫若，他又甘願就是在他身邊當一個沒名沒分的。我覺得對蘇玉蘭來講，他就是一股對於愛情的傻勁吧，就是愛上了這個人，然後就想要跟他在一起，也沒有想到後面會因為生活啊什麼的而，當然兩個人之間關係一定會有變，就是因為就是生活的那些消磨吧，對，消磨掉那原本很美好的愛情的那一塊，他在寫作，他很多從那個時代的女性角度來書寫、來批判的很多小說。對，然後但是就是回到他自己真實的生活，那譬如說他跟他妻子之間的相處，當然這個是我們杜撰的，對，我們就是從一些線索來看的，對。那我們能不能夠知道他當時在就是他踏入婚姻的時候，因為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也是媒妁之約這樣子成婚，也許是這樣子成婚的。對，然後那他自己有沒有真的去追求過自己的愛情？對，就是他雖然幫很多女性在寫追求自我、追求自由和追求愛情、獨立自主，但是他自己有沒有這個機會可以經歷過這一切？也許沒有，也許他很快的就必須要成家，然後承擔作為一個父親的責任。包括你自己對自己的期許，還有你對這個社會的期許，你想要寫一些什麼，為這個社會做點什麼，對自己的期許很高，然後但是同時你又必須要面對生活的所有壓力，然後包括你自己的心靈上的缺乏，所有東西憋在一起，然後沒有一個出口。其實我蠻想要講這件事情，就是其實這些革命家，這些他們可能在外面浪漫啊，或者是很有理想性啊，但是其實第一個忽略掉的，其實就是在家裡面為他帶那麼多小孩的這樣的女人，然後但是這也沒有誰對誰錯，因為這個就是他的生命，然後他的生命必須承受這樣的事情，然後後半輩子他也就獨自一個人帶這樣子那麼多的小孩，然後他也沒有辦法跟誰抱怨，對，那這就是他的生命。妹妹沒考慮過，不難受。
因班所结成后，可能有一些钱，俺做在想办法跳脱出去啊。哎呀，江少，我老些药，也冇希望遇到出事情。 安尼牺牲就较袂啊！安尼若挨着病毒呀，就要负责。战后的戏剧啊，或者是电影啊，其实还蛮多的，但是其实很少，应该很少有人特别提到二战末期这一段时间，台湾人的真实的生活的面貌。对，那我也蛮想要透过吕赫若，因为那也是吕赫若最活跃的这段时间，然后我也想要透过吕赫若的小说，也透过他的人生，他生命中最后8年的这一段时间，然后来让台湾人知道说，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一段风华。用李克约传奇的一生人，同家小说改编做鬼出去的故事主出，人就会看到李克约作为一个男高音、小说家同记者的多样身份。韩国在两则熟悉时代的夹击下，李克约同家温柔又谦让的面对困境。希望各位观众坐在众多电视机面头前，欣赏客家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年度文学大戏《台北故事》。